如果您从小就认为喝一杯牛奶能解决所有健康问题，那么您并不孤单。几十年来，牛奶一直被誉为大自然最完整的食物，是强健骨骼、稳定能量和健康老化的秘诀。但几乎没人谈论这一点。牛奶既能滋养您的身体，也可能悄悄地造成伤害，这完全取决于您怎么喝。没错，您没听错，原本用来支持肌肉、关节、心脏和神经的牛奶，如果饮用方式错误，也可能引发胀气、胃酸过多、皮肤问题、发炎、睡眠不佳、体重增加，甚至糖尿病前期。数百万的长辈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犯下这些错误，因为真相很简单，问题不在于牛奶，而在于您的习惯。在今天的健康资讯中，我们将揭露5个隐藏的牛奶饮用误区。这些误区会悄悄破坏您的消化系统，削弱骨骼，扰乱荷尔蒙，并将这件种古老的超级食物变成身体难以负担的东西。我们将向您展示为什么温牛奶能滋养您，而冰牛奶却会引起发炎；为什么饭后喝牛奶会破坏消化；为什么某些看似健康的食物与牛奶搭配会变成毒素，以及一种睡前习惯如何将牛奶变成强大的助眠与强骨补品。请务必阅读到最后，因为有一类人，无论牛奶在理论上多么健康，都绝对不应该喝。如果您年过50、60，或者只是想让您的消化系统、骨骼和新陈代谢在未来几十年保持强健，这份内容将揭示您的身体一直试图告诉您的真相。误区1：饭后立刻喝牛奶。这是长辈们最常犯的破坏性消化错误之一。许多50岁以上的成年人习惯在午餐或晚餐后立刻喝牛奶，认为这样可以补充额外的营养。但从生物学角度来看，这是喝牛奶最糟糕的时机之一，尤其是对于消化、营养、吸收和长期的肠道健康而言。要理解原因，您需要知道一件重要的事：牛奶的消化需要与食物消化截然不同的体内环境，而这两者会发生剧烈的冲突。当您吃完一餐后，您的胃就变成了一个受控的化学系统，里面充满了高浓度的盐酸 HCl、强效消化酶如胃蛋白酶，以及准备分解脂肪的胆汁酸，并透过机械性蠕动将食物转化为食糜。这种酸性环境非常适合分解米饭、蔬菜、豆类、油脂和蛋白质，但对牛奶来说却非常糟糕。牛奶含有2种主要的蛋白：制酪蛋白 casein 和乳清蛋白 whey。这两者都需要一个微酸性、低酵素的环境才能正确分解。它还需要特定的酵素，如凝乳酶 renin， 来温和地凝结酪蛋白，以便胃部缓慢消化；乳糖酶 lactase 来消化乳糖、天然牛奶糖，以及脂肪酶 lipase 来分解牛奶脂肪。当您将牛奶倒入装满食物的胃中时，实际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胃中已经存在的强酸会立刻使牛奶过度凝结，但这个种凝结并不是胃部正常进行的温和有益的凝结，而是变得浓稠，像橡胶一样难以分解。因此，牛奶不会顺畅地被消化，而是形成沉重的团块，在胃里停留更长的时间，减缓餐点的移动，干扰食物消化，导致发酵和气体积聚，并随着压力增加，引发胃食道逆流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饭后感到胀气、胃酸、恶心、打酸嗝、沉重可嗜睡的原因。他们以为是牛奶不适合自己，但事实上牛奶不是问题，时机才是问题。这种时间上的错误还会损害营养吸收。当消化变慢时，身体吸收钙、维生素 D、维生素 B12、核黄素 B2、
镁含钾的效率就会降低。这些营养素需要最佳的肠道运作和酵素活性，而当饭后立即喝牛奶时，这两者都会受到干扰。2021年胃肠科学杂志的一篇大型评论证实，食物蛋白质的相互作用，如牛奶加餐点蛋白质，可能会使营养吸收降低多达27%。长此以往，这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，由于乳糖酶疲劳导致的乳糖不耐症、慢性胃酸过多、钙吸收不良、骨质疏松、新陈代谢缓慢、饭后疲劳、持续胀气和排便不顺。许多认为自己对牛奶敏感的长辈，其实只是每天都犯了这个时间上的错误。获得牛奶全部益处的简单，正确方法是在饭前1到2小时，当胃是空的时候饮用，这时的环境是喝牛奶消化，或者在晚餐后1到2小时饮用，这符合身体夜间的缓慢释放修复过程，这样蛋白质才能正确消化，钙质也能有效吸收，牛奶才会成为它原本应有的样子，一种强身健体的恢复性超级食物，而不是消化的负担。误区2，将牛奶与错误的食物混合，这是一个大多数人从未怀疑过的隐藏消化灾难。这个误区最让人惊讶，因为它感觉上无害。毕竟牛奶是健康的，许多食物也是健康的，所以它们不应该能够很好的搭配吗？遗憾的是，并非如此。牛奶是所有食物中消化特性最娇贵的之一，营养学家称之为单独摄取食品。这意味着，当单独饮用或仅与极少数相容的食材一起食用时，它的消化效果最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牛奶独特的成分，其消化缓慢的酪蛋白、吸收迅速的乳清蛋白、乳糖、脂肪、钙和缓冲矿物，只需要非常特定的胃部环境才能正确分解。而当您将它与错误的食物结合时，该环境就会崩溃。例如柑橘类水果、柳橙、柠檬、奇异果、浆果、重咸食物、零食、咖喱、肉汁、发酵食品、优格、优酪乳、起司、高蛋白食物、鸡蛋、鱼。这些食物会创造出强酸性或高酵素的氛围，结果就是牛奶凝结得太快且方式错误。牛奶蛋白质不是形成柔软易消化的凝乳，而是收缩成紧密坚硬的块状。这些块状物在胃里停留数小时，发酵时释放气体，刺激肠道内壁，减缓营养吸收，引发发炎。这就是为什么将牛奶与错误的食物混合会迅速导致胀气、胃胀、胃酸逆流、恶心、皮肤过敏、疲劳、脑雾以及因组织胺释放而引起的痘痘。是的，您没听错，皮肤问题。因为当凝结的牛奶发酵时，会增加肠道中的组织胺活性，这可能表现为皮肤上的皮疹、痤疮和过敏，尤其是对50岁以上的人来说。这背后的科学原理是，牛奶含有酪蛋白，需要温和的酸性环境来缓慢消化。但当来自柑橘或发酵食品的强酸遇到酪蛋白时，蛋白质会瞬间变性。研究显示，暴露于强酸中的牛奶会形成致密的橡胶状凝乳，产生更多的肠道气体，降低乳糖酶活性，并导致胃排空延迟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觉得牛奶很重。问题不在牛奶，而在于错误的搭配。您必须避免的组合，绝对不要将牛奶与柑橘类水果、凤梨、浆果、葡萄、柠檬水、鱼、鸡蛋、咸味菜肴、辛辣咖喱、发酵食品、腌制物、酸味优格混合。这些搭配会导致蛋白质冲突、组织胺激增和胃部刺激。有效的搭配，牛奶与温和相容的食物搭配效果最好。例如坚果、杏仁、腰果、开心果、燕麦、一小撮姜黄、豆蔻、
肉桂、肉豆蔻、可可粉、红枣，或在牛奶冷却后加入少许黑糖。这些食物支持顺畅的消化，而不会改变牛奶的内部化学性质。简单的规则是，当牛奶单独饮用或与简单的中性伙伴搭配时，它是最健康的。当您遵守这条规则时，胀气会消退，沉重感会消失，皮肤不再过敏，您的消化系统终于获得了吸收牛奶营养所需的平静稳定的环境。误区3：喝冰牛奶而不是温牛奶，这是最令人惊讶的牛奶误区之一。因为表面上看，冰牛奶感觉清爽、舒适，甚至具有安抚作用。特别是对于受胃酸困扰的人来说，许多长辈认为一杯冰牛奶可以冷却胃部或缓解胃灼热，但在生物学上，情况恰恰相反。冰牛奶可能在几分钟内感觉舒缓，但在您的消化系统内部，它正在酝酿长期消化虚弱的完美风暴。原因如下：您的胃依赖温暖、酸性活动和酵素功能来分解食物。当您引入冰冷的东西，尤其是像牛奶这样复杂的东西时，消化之火阿育吠陀称为阿尼会瞬间下降。想象一下，将冷水倒在试图煮熟食物的火焰上。牛奶含有脂肪、酪蛋白、乳糖、钙和磷等矿物质，所有这些都需要稳定的温暖才能正确乳化和分解。但当牛奶冰冷地进入胃部时，脂肪会凝固，蛋白质会收紧，消化变得迟缓，这导致胀气、气体、喝牛奶后的沉重感、脂肪分解缓慢、便秘、过多的粘液、痰形成，以及喉咙刺激或频繁的喉咙感染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长辈在喝冰牛奶后会感到胸闷、痰液积聚或鼻窦阻塞。低温会使粘液片稠并减慢其清除速度。如果长年累月这样做，冰牛奶会削弱消化功能，导致肠道无法有效吸收营养。更糟糕的是，对于消化已经较弱的人、长辈、糖尿病患者、甲状腺问题患者或任何有胃酸问题的人来说，冰牛奶会使症状急剧恶化。正确的方法是喝接近体温的温牛奶。牛奶的理想温度约为35到45摄氏度，足够温暖以支持消化，但又不至于热到破坏营养。温牛奶可以正确乳化脂肪，让酪蛋白缓慢而顺畅地消化，激活消化酵素，减少黏液产生，增强钙和蛋白质的吸收，支持肠道蠕动，并帮助长辈睡得更好。因为色氨酸得以释放，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，睡前一杯温牛奶在各个文化中都是传统的助眠良方。专业提示：将牛奶片成具疗效的饮品，加入温热的抗炎香料，如姜黄、肉桂、豆蔻、肉豆蔻，特别是在晚上。这些香料能增强新陈代谢，减少发炎，并支持更顺畅的消化，将牛奶转化为温和治愈的夜间补品。误区4：在错误的时间喝牛奶。许多人，尤其是长辈，在没有意识到这对健康影响有多深的情况下，犯了这个错误。饭后立即喝牛奶看似无害，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结束一餐的方式或补充额外营养，但在生物学上，这是喝牛奶最糟糕的时间之一。原因如下：午餐或晚餐后，您的胃已经忙着消化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、香料和纤维的复杂混合物，这需要强烈的胃酸、特定的酵素和快速的蠕动来有效地分解所有东西。然而，牛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食物。当您在用餐前后太近的时间喝牛奶时，消化环境会变得混乱。您的身体试图同时消化2种类型截然不同的食物，使用2套不同的酵素。这种冲突会导致消化缓慢、胃酸逆流、
胀气、恶心、气体、积聚、饭后沉重感、营养吸收不良和疲劳。当牛奶与饭后产生的强胃酸混合时，往往会立即凝结。这种凝结的牛奶会将其他食物颗粒包裹在其中，进一步减慢消化速度，并在肠道中产生发酵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之后会感到胀气、腹胀或不适的原因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反复在错误的时间喝牛奶，会极度削弱消化功能，导致营养缺乏、钙质、B12和脂溶性维生素吸收不良、乳糖敏感、便秘、胰岛素阻抗、腹部沉重感和减重困难。还有许多长辈不知道的一点，牛奶天然含有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IGFs， 这是有用的营养素。但如果与正餐混合，它们会减慢消化。那么什么时候喝牛奶最好？最佳时间是在晚上，大约晚餐后1到2小时。当您的胃平静且排空时，对于长辈来说，这个时间点特别有效。它可以支持骨骼健康，减少夜间抽筋，稳定能量，并改善早晨的活动能力。不老活力提示：晚上喝一杯温牛奶，加肉豆蔻可镇静助眠，加肉桂可平衡血糖，加豆蔻可助消化。这将把喝牛奶变成一种温和滋养的夜间仪式。5. 饮用包装吊胃乳，这将健康的食物变成了含糖的发炎饮料。许多人认为包装好的牛奶或吊胃乳饮品、巧克力牛奶、草莓牛奶、香草牛奶、咖啡口味盒装奶与普通牛奶一样健康，毕竟它仍然是牛奶，对吧？不幸的是，并非如此，这是每天最大的错误之一，悄悄地损害消化、新陈代谢，甚至关节和心脏健康。大多数人没意识到的真相是，包装吊胃乳往往更接近软性饮料汽水，而不是营养饮料。大多数商业吊胃乳含有大量的精制糖、人工香料、稳定剂、增稠剂和防腐剂。仅仅1小盒200毫升的包装就可能含有6到8茶匙的糖，这足以导致血糖突然飙升、胰岛素激增、脂肪储存增加、下午疲劳、食欲渴望、长期下来，甚至导致糖尿病前期。对于长辈来说，这些快速的血糖波动特别危险，因为它们会给胰脏带来负担，并增加发炎、神经损伤和循环问题的风险。但隐藏的危险更深。为了长期保存包装牛奶，制造商必须将其加热到极高的温度。这个过程会氧化牛奶中的脂肪，改变其结构。氧化脂肪与精制糖结合会形成糖化终产物 AGEs。这些化合物与加速老化、关节僵硬、动脉硬化、皮肤弹性差和全身发炎有关。AGEs 会在组织中积累，尤其是在长辈体内，是加速动脉硬化、记忆力衰退、肾脏压力、肌肉流失和胶原蛋白修复不良的因素之一。因此，虽然吊胃乳感觉很舒适或令人怀念，但它可能会悄悄加剧多种与年龄相关的问题。还有另一个隐藏的问题，这些高度加工的糖含添加剂会干扰矿物质的吸收，特别是钙和镁。这意味着饮用吊胃乳时，剂上可能会削弱骨骼，而不是增强它们。这个与多人选择牛奶时的期望恰恰相反。那么，健康的替代方案是什么？如果您喜欢吊胃乳，不需要放弃它，只需自己制作即可。制式这个简单健康的版本：温牛奶，加入天然可可粉或豆蔻，待牛奶稍微冷却后，加入少许黑糖或蜂蜜调味，以保护营养。这样既能给您风味、舒适感和营养，又没有防腐剂、氧化、脂肪或糖分过量的风险。不老活力提示：如果您的目标是更好的消化、稳定的能量、
更强的骨骼，减少发炎和健康老化，那么请完全避免包装调味乳。自制调味乳保留了所有好处，没有任何隐藏风险。如何正确喝牛奶，将牛奶变成良药的简单法则，在涵盖了所有内容之后，这是大多数人从未学过的部分。正确的喝牛奶方式能支持消化、强健骨骼并镇静神经系统，而不是引起胀气、气体或发炎。把它想象成一个简单的3步骤法则。第一，温热饮用自然支持消化。当食物接近体温时，胃的运作效果最好。温牛奶能激活消化酵素，更顺畅地分解脂肪，减少胀气，防止粘液、生痰积聚，促进营养吸收。冰牛奶则相反，它会冲击消化系统，减慢脂肪分解，并增加沉重感，所以始终饮用35到45摄氏度的温牛奶，以获得最大的舒适感和益处。第二，添加香料，增加疗愈力量。添加正确的香料不仅能改善风味，还能将牛奶转化为治疗饮品。试试以下任何一灸：姜黄抗炎，支持关节；肉桂稳定血糖；豆蔻改善消化，减少气体；肉豆蔻镇静神经系统，支持睡眠。这些香料能改善新陈代谢，减少胃酸，使牛奶更容易消化，对于消化之火较慢的长辈特别有帮助。第三，小口慢饮，绝不随餐饮用。在阿育吠陀和现代消化科学中，牛奶是一种单独的食物。随餐饮用会在胃中造成冲突，导致不同的酸碱值需求，食物分解变慢，发酵增加跟严重的胀气。在用餐前后1到2小时分开饮用牛奶，最好是在晚上。当您的身体可以放松并更有效地吸收营养时，小口慢饮还能防止血糖飙升，并让您的身体有时间充分处理脂肪和蛋白质。额外规则：避免加糖，精致糖会破坏牛奶的益处。如果您喜欢稍微甜一点的牛奶，请等到它稍微冷却，然后加入少量黑糖或一点蜂蜜，只能在温热时加，绝不要在滚烫时加。这可以保留营养，并防止糖直接在沸腾的牛奶中加热时发生的有害化学变化。警告：谁绝对不应该喝牛奶？在您将牛奶作为日常习惯之前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警告，您必须知道，因为对某些人来说，牛奶不是超级食物，它是消化不适、发炎和营养吸收不良的诱因。这是用于任何可能患有乳糖不耐症的人。这种情况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普遍得多，尤其是在4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。当牛奶变得有害而非治愈时，要消化牛奶，您的身体需要一种关键酵素乳糖酶，乳糖酶将乳糖，牛奶中发现的天然糖分解成身体可以吸收的更简单形式。但问题来了，随着我们年龄增长，乳糖酶水平急剧下降，有些人产生的量太少，有些人根本不产生。当乳糖未经消化进入肠道时，它开始发酵，在某些人身上产生过多的气体、腹部绞痛、胀气、沉重感、腹泻、黏液积聚和皮肤过敏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持续的刺激会损害肠道内壁岛，致营养吸收不良和慢性消化问题。如果您经常在喝牛奶后感到胀气，30到60分钟内出现气体或绞痛，喝乳制品后恶心、过多的痰或频繁喉咙痛、沉重或消化不良、稀便，特别是在喝冰牛奶或奶昔后，您可能是乳糖不耐症。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牛奶是问题所在，但事实上是缺乏乳糖酶，而不是牛奶本身。如果这些症状听起来很熟悉，您的下一步很简单，
去检测乳糖敏感性或乳糖不耐症。如果确诊，最安全和最健康的选择是完全避免传统牛奶，不要只是减少，不要稀释，而是避免它，因为您的身体根本无法分解它。强行饮用只会加剧发炎，扰乱肠道细菌，损害营养吸收，增加粘液积聚，并引发长期的消化虚弱。如果您仍然想要这些好处，可以选择更安全的替代品。如果您有乳糖不耐症，但仍想要牛奶的滋养，您可以改喝无乳糖牛奶、杏仁奶、椰奶、燕麦奶、腰果奶，这些对消化更温和，并且同样可以加热跟添加香料制成舒缓的夜间饮品。结论：牛奶不是敌人，也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奇迹饮料，它是一种强大的营养密集型食物。但只有当您的身体能够正确消化它，并且只有当您以正确的方式饮用它时，您今天学到的是将牛奶变成治愈的夜间仪式，还是意外的将其变成引发胀气、胃酸、皮肤痘痘、体重增加和消化迟缓的罪魁祸首之间的区别。当您避免将牛奶与丰盛的餐点混合，停止将其与不相容的食物搭配，选择温饮而非冷饮，选择天然牛奶而非包装版本，并在适当的时间饮用，牛奶就会变成它原本应有的样子，一种温和、强化、滋养的食物，支持您的骨骼、肌肉、荷尔蒙、神经、睡眠和整体活力。但请记住，如果您的身体有乳糖不耐症，强迫喝牛奶只会造成发炎、疲劳和消化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倾听身体的声音是您能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。现在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。您通常如何喝牛奶？温的、冰的、调味的，还是直接从冰箱拿出来喝？在了解了今天的科学知识后，您打算首先改变哪些习惯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我们会阅读每一条留言，并提供个人化的建议，帮助您获得最健康的结果。如果这篇健康资讯帮助您以全新的方式理解牛奶，请按赞、分享给您的亲友，并持续关注我们，以免错过下一篇不老活力指南。保持健康，保持强壮，一如既往，您最美好的岁月还在前方。